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你意思是讲，就是阿梅要把就有希望都丢爱哦？没有错，一切如果顺利的话，玉梅不用开刀就可以看得见了。真是哦，哦，安尼啊，我随带你去传啦。你给我讲一摆，是什么点滴？含甘油点滴。哦，含甘油点滴，含甘油点滴啊！拜托你了。好，没问题啦。林老师，我给好好。好，对啦，阿文啊，我来讲哦，今哦，等下有重要代志要去办，连夜送你去学校，你伫路啊较细哩哦。我知啊。我送他去哦。你要送他去哦？你既然没有空，我刚好也要走，就让我送雅云去上课吧。那好意思麻烦你啦。一点也不麻烦，我很敬佩，也很同情玉梅的遭遇。我这个外人能做的也只有这样子。安尼，那就多谢嘞。好，阿文啊，你甲陈老师说多谢啦。谢谢陈老师。雅云，我们走。这可能是天公伯的安排。想会到，自雅云捌代志以来，头一个牵伊手的查甫人，竟然就是伊的亲生老爸雅云笑啊。虽然伊毋知影即马伫伊身躯边即个人，就是伊的老爸，但是伊感觉会出来，即个愿意照顾因阿姑的陈老师，一定是一个大好人。木村也笑啊，虽然伊袂当甲雅云讲，伊就是伊的阿爸，但是伊总算会当牵着家己查某囝的手，陪伊行这段路。木村已经感觉足满足的啊！一对爸仔囝的手牵甲暗暗暗，木村足希望讲，这条路永远拢行袂完。你讲小姐平安无代志。哎呀，较细声的啦，无听到迄个小唐哦，毋知佫秘伫咧倒位啊，加注意你呢。谢谢就好就好，小姐无代志，谢谢就好就好。我甲你讲啊，陈老师讲哦，讲阿梅的目睭需要这个含甘油点滴啊，对，含甘油点滴你遮有无？含甘油点滴有啊。毋过你毋是讲迄个姓董的拢咧追阮的行动，安尼是要安怎摕啦？你找护士长参详者。好啦好啦，紧紧，有呀。谁？陈老师，我是阿青啦。快进来。
学姐，毋是干那我来，连护士长嘛来啊。护士长，护士长，喂，护士长，我甲叫四月去找你啦。阮就是讲，你也互调查局的人偷偷掠去啊，我烦恼到要死。护士长，真歹势吼，互你安尼烦恼。学姐，啊你即摆目睭安怎？目睭会涩涩的，会流目油，会疼袂哈？哈？阿菊啊，你莫遮尔着急啦。好啦。陈老师，你要吃的物件哦，阮都替你掺好啊哦。谢谢你们了。什么物件？啊，就是会用去替你降低脑液含甘油点滴啊。含甘油点滴啊。护士长，阿叫歹势吼，互恁遮尔麻烦。免客气啦。陈老师，多谢你吼。只是举手之劳，玉梅，你不要再跟我说谢了。是讲学姐，啊你当时熟悉这陈老师，阮哪拢毋知。迄天我出代志的时阵，到知影阁有陈老师甲我救。虽然我甲陈老师无熟悉，也毋过伊人足好的呢。伊知影目睭失明了后，就安尼无面无力甲我照顾。可是若无陈老师，我毋知我会变成安怎。陈老师，你的人是足好的呢。你甲阮学姐也无熟无识，你不但家救，而且佫无眠无日咧照顾伊，真正足感谢你，感谢。哪里？是讲，即个真正是英雄救美哦。你有道理呢。你看，一个英雄啦，啊，一个美人啦，安尼哦，就变做一个爱情故事啊。对。阿舅啊，阿舅啊，唔通安尼讲呢。哎呦，我是咧讲，学姐，是讲真的呢，伊用这陈老师哦，伊是一个大帅哥。阿舅啊，请坐。谢谢杨立伟接见我，郑燕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我是郑燕的朋友，之前听过郑燕提起过杨立伟，所以我才来拜托杨立伟帮忙。郑燕怎么了？调查局有个姓唐的，随便编了一个逃税的罪名，就把郑燕抓起来了。什么？上次我已经警告过他们了，想不到不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是变本加厉了。现在只有杨立伟能够救郑燕。调查局这些人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。除了郑燕以外，还有郑燕的一个朋友，叫做赖松雄的，也被抓起来了。他们两个我一起救。谢谢杨立伟。玉梅，快点起来！有没有受伤？要不要讲？你为什么不在床上躺着？我就是我睡到想去啉茶啊，找无到。我帮你倒。多谢吼。是，叫我徛时来叫你落地，啊你出去一下。我去拜访一些学生，因为太久没有他们的消息了，蛮思念他们的。你讲拄则去看学生，你一定是一个真好老师。不过我看你拢踮咧厝照顾我，你哪有时间通去教书啊？我最近身体不好，向学校请了长假，杯子给我。陈老师，你是咧教什么？教历史。历史啊？你足学问的呢。可是阮阿兄若伫个吼，一定甲伊做导演的哦。因为阮阿兄哦，嘛足会读书的呢。陈老师，你哪摆讲啊？我只是在想，你心里念念不忘的那个哥哥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我阿兄。
杨哥，局长要我听您吩咐。哼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连我的人你都敢动！你以为国家养你们这些特务是来扰民的吗？好事不学，专学清酸斗真，一天到晚抓人整人，本来不乱的，叫你们这一抓就天下大乱了。还有我那侄儿正正当当的开业，犯着你什么了？人家在地方上开业也不是1天2天的了，不管是医德医术，都是有口皆碑，用得着你去盯梢啊？还栽一个逃税的赃，人家是有一份证据做一份事，你是没有证据到处乱惹事，这调查局的形象都叫你破坏光了。我什么你呀我的，要论国家汗马功劳，不要说别的，就凭资历跟年龄，我就大你一轮。上次叫你们局长说说你，还是便宜了你。这次你要是不把我菊儿放出来的话，我就叫你在调查局待不下去。还有我侄儿那个姓赖什么松的，赖松雄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，把他跟我也一起放了。杨哥，我什么？还有你考虑的余地吗？是，我放，我马上把刘医师跟那个赖松雄都给放了。哼。对我安怎啦？真是的哦，那你身体蛮好啦。老师，你当当然真熟悉就好诶。我原本就说，你我都无法度通转啊。阿菊啊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毋是人好好，已经无代志啊。你先去无用啦吼。陈老师。阿菊。陈老师，老师，这位是陈老师，是阮学姐救命恩人。救命恩人？啊，未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你是这家医院的刘医师吧？是这样，吴玉梅小姐呢出了意外，眼睛受了伤，现在暂时住在我那里。你讲阿梅目睭受伤，啊有要紧无啦？根据我医生朋友的诊断，吴玉梅小姐脑部受到撞击，脑中的血块压到视神经，可能暂时性失明，不过复原的机会也很大，所以请刘医师开点药，顺便跟我跑一趟，帮吴玉梅小姐诊断一下。好，咱真随来去。玉梅，我带刘医师来看你。老医师，刘医师，自己坐。你互帮做啊，少？你即摆平安无代志啊，少？是啦，我已经无代志啊。我烦恼的是你啦。我听讲你去互迄个姓董的陷害，你的目睭。你放心啦，伊若要害我，就愈人要救我。这边较早，还有陈老师，伊甲我解救呢。啊，若无，我这条命真正就无去啊。不要再说我了啦，刘医师，你不是有拿药要给玉梅吃吗？我去倒水。阿明，我甲你载药来。要毋过吼，毋管安怎，我嘛是希望讲你咱转去病院吼，做进一步的检查甲治疗。不行，玉梅不能回医院，万一被那个姓唐的逮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毋敢是我，任何人都看会出，你对阿用尽真心。其实我早就知影，你对阿梅是目标，伊永远都无法度放。不管时间经过偌，你对伊的关心，甲伊对你的错，永远。
并无啥物拍算，我无可能踮咧台湾留伤久，嘛无可能让阿妹知影我就是无厝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甲杨局长之间的约束，嘛是为着大家好。事实上，木村这个名早就已经过去，因为伊捌互足侪人伤心，捌互足侪人失去幸福，所以林木村不得不消失。要过对阿妹来讲，你永远就是阿兄啊。对我来讲，阿妹永远就是我心爱的伤。我会当安怎？甲环境创治比起来，我甲阿妹两个人早都无法度行小我。木村呀，当阿妹的目睭看会到的时阵，我就应该来走，因为阿妹目睭所看的世界，无应该有我林木村这个人存在。有什么？你这个家错！你歹心学落土，你要死就找伊15要带到偷往卡咯！你这咯，我该败落你本色！话袂你，安怎样？即摆变到遐尔摇摆啊？想要做查某囝？哼！我是来放你走的，只是想想有点不甘心，舍不得，所以呀，再赏你一点。哎呀，你要放我走就紧放我走，你别甲我骗人的啦！我跟你讲，我若加看你一万年哦，我真正有看到规身躯的尸体啊！哦，放开他。可以滚了，快滚啦！我还袂记你。我问你，阿妹遐贱人呢？伊安尼无缘无故，人都无看的，是毋是你甲安怎样？台湾每一年有那么多的失踪人口，无得靠，伊嘛得来对的。我就知影是你遐唔照囝。董事长，我你讲哦，我见过你哦，伊若有啥物三长两短哦，我一定甲你砍布袋、砍一百遍，拢搞你为出你点闪晒。来，叔叔。阿青啊，我回来啊啦。阿兄，你厝边是安怎？那你是安怎？我都阿兄，你回来啊，阿兄。你烦恼啦，我回来啊。回来啊！阿兄回来啦！阿兄回来啊！哎呦，要命哦！阿雄啊，你哪我咧讲啊？我一个喙啊，你甲猪头边较大边，啊，无要紧，我给你摕尿啊，我摕尿甲你两个顾，哎呦，可怜。对啦，对啦。阿姐，你厝边是安怎咱静歪歪啦？你互说同个掠去哦，伊都来酒店找我麻烦啦，我甲伊相拍就变安尼啊啦。我这哦袂要紧啦，我甲你讲啦，阿妹哦，去互迄个说同哦用车弄一个，目睭青眉啊呢。啥？目睭青眉哦？玉梅，吃药的。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休息。曾老师，我再找你开讲一下。你不累啊？好啊。曾老师，
歹势哦，甲你叫到这段时间，搁互你这样照顾。怎么会呢？反正我也在放长假，而且照顾病人是小事一桩，更何况你是一个非常合作的病人。陈老师，你较早捌做过医生是？我是个老师，怎么会是个医生呢？我原来对医学常识这样了解。我不是说过，我有一个医生的朋友，他可以当我的医疗顾问啊。我阁想要请问，恁兜还有其他的人？我是在基隆的眷村长大的，家里的人都还住在基隆，我一个人来台北教书也好几年了。安尼你捌去过南部吗？去过啊，学生时代跟同学去玩过，现在印象很模糊了。陈老师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唔知你会使答应我？你尽管说，只要我做得到。歹势啊，我甲你也无熟悉，搁你照顾遮久，我总想要知影你是做啥物款。你的面会使我摸一下无？好啊，我把眼镜拿下来。阿母，我转来啊！阿聪啊，你转来啊！等你看，阿母惊你哦，煮足侪项的菜呢。阿母，我煮这物件哦，是要送去互恁阿妹阿姨食的啦。阿妹阿姨食的？伊即马人无好伫的，就应该补一下。你看，那我专工煮这莲子排骨汤啦，还佫有炒猪肝、甲炒腰子啦。啊，毋知影讲吼，伊有爱食无？阿母，你煮这的物件，真正是要互阿妹阿姨食的？对啊。啊，毋过阿母，你一日啊穿遐多，敢袂忝？哪会忝啦？但我最近的精神哦，加较好啊呢。我今日透早哦，就一直咧想讲吼，我足久无煮物件，我应该爱煮一款物件来送去互阿妹食啦。但你想看卖啊，进前哦，拢是阿妹伫咧照顾咱，啊，拢煮物件互咱食。啊，即马哦，伊人无爽快，阮嘛应该爱煮一款物件送去互伊食，啊，照顾伊啊，安尼对无？无安尼，咱即摆就来去。好啊。较细个啊，烧。哦。阿母，伫咧食啦。永聪，你们来了，请进，请进。阿姨，阿妹，永聪，我来看你啊，走啊！阿妹，阿妹你坐好，唔好起来啦。走啊，起来啦，你来照顾你，我来看我啦。但你人好好滴，我来看你，迄是应该的嘛。阿姨，
阮阿母哦煮足侪物件要来互你食呢，伊讲哦，伊要来甲你补一个啦。是啊，你来这麻烦你创啥呢？但你着毋知咧，我干那焖车哦，着焖规工啊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足久无煮啊，毋知影讲菜煮了好啊歹，有合你的口味无啦？是啊，阿妹啊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有煮足侪项的物件，啊，但是啊，你着爱加食一寡，安尼哦，你的身体才会紧好起来啦。是啊，文香你哦，人安尼讲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去灶骹甲饭菜烫好烧，然后哦，你饭汤好食啦吼。好啊。我来帮忙。唔好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啦。我家厨房很乱，外人第一次进去还找不到碗盘呢。你跟我来。我来去灶骹好嘛？是吧？香哦。阿姨，你会把煮较好无？阿姨吼，虽然即摆嘛就暂时看无，不过吼，我耳仔还阁听有咧。林聪啊，你有乖乖照顾恁阿母无？嗯。阿姨，你讲阮阿母是毋是好真多啊？伊规个人的精神甲气色愈来愈好啊呢，而且哦，意识哦嘛愈来愈清醒啊哦。我拄则听你阿母咧讲话吼，感觉精神真好，啊嘛真欢喜吼。嗯。阿姨，这一切拢是你的功劳，这拢是你会甲阮斗相共，阮阿母哦才会遮紧好起来。阿姨，这真爱多谢你，真正爱多谢你。林聪啊，你无甲伊当做是家己人上，你讲啥物多谢啦？莫甲伊遮尔客气，吼。嗯。我来就好啊啦。不用了，我来就可以了。不要紧啦，我家己来嘛，我家己来就好啊啦。那我去拿一个大碗来装。好好好。是安怎？我不小心把碗盘打破了。米嫂，我来了。米嫂，你怎么了？米嫂，米嫂，米嫂。阿聪，你不是陈老师，你不是陈老师啦！都是我不好，我不小心把盘子打破了，吓到了曾大嫂。世林，世林，是，你有信心？啊，唔对，唔对，伊应该说过，唔对，唔对，伊应该是说讲啦，对，说讲啦，奇怪，我哪会拢想袂起来，我啥物拢想袂起来啊！你是安怎啦？你拄食咱毋是讲好，你哪安尼啦？曾大嫂，曾大嫂。阿母，阿母。林总啊，别放心啦，你阿母吼，伊一定会好起来。阿姨，敢真是嘞？阿姨袂甲你骗啦，你阿母一定会好起来。林总，你要照顾恁阿母吼。嗯。阿母，你爱较紧好起来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母。玉梅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担心曾大嫂的病？来，这边坐。玉梅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我刚才看你一边哄着曾大嫂，一边安慰着永聪，叫他不要放弃，
说他妈妈会好起来，我看得好感动。你真的很坚强，一点都不像失明的人，因为你比别人都还看得清楚。迄是我甲伊骗的，你知影无？其实我比谁搁较烦恼伊的病袂当好起来。嫂啊，看到我援手，心里，伊讲伊要来照顾我，也毋过，搁有啥物人会当照顾伊？有啥人会当保护伊？是安怎对我好的人，拢无好的下场。阮杜送阮阿兄是安尼，上过老医师，还阁有嫂啊，拢差一点仔为着我受到伤害。敢讲，我敢若会讲都还不幸难念。玉梅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郑老师，从今以后，你莫阁插我好无？你若对我愈好，我就愈烦恼。我烦恼有一天，毋知影当时，你会阁为着我受到伤害。阿妹，你敢知影？我是无错，我是你的阿兄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阮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婆婆来，哎呀，敢有这两天啊，无看阿哥，会想阿哥的？有啊。有哦，哎呀，哦，我面就怎毋知？啊，就这两天哦，我去中部卖化妆品啦。化妆品？嘿啊，我卖化妆品哦，爱家己画画啊，画互人家看，人家毋知知影好，毋知会甲买。你睇，本来吼，原本哦，阿舅早胭脂啦、粉饼要转后年的，想讲我想的，你啊少下啊，皮肤啊好诶好，你用袂着啦。你若卖遐济个吼，你才用得着。哦，讲下今日歹话，我来去搞。嘿，这我行要甲出卖你，死啊！我帮你抓。那我明仔载搁要上课呢，叫伊较早困啊。紧困，你若见了面啦，明仔载要上课，吼，教好，紧困哦，乖。哦，穿遐济要补，对，俺敢食会完。啊，就豆豆啊食，毋是讲做一摆要食完。啊，这是对啊毋对？啊，这事无咱的。什么所在毋对？啊，查甫人敢真正会知食素无咱的？你嘛较有常识嘞。阿妹，啥物时阵变查甫的啊？你这是要后面食哦？对啊。啊，毋早讲，我就是讲，从我安尼红整到遮食力，你嘛小对我小可补咧。来啦，好你的啦，一工一贴，千万毋通食伤凶哦，安尼会流鼻血咯。
原来我哪有份哦？要给你家知。歹势啦，我拄则安尼，甲你再三误解，较正经的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明仔载哦，咱甲这个补品送来去互阿梅哦。我甲你警告，阿梅这目睭看无，你讲话啊较细腻的哦，莫去伤着伊的心，知影无？这个放心啦，我大丈惊伤着，大人就会，拄啊袂晓伤查某囡仔人的心。你这句话若是会当相信哦，我这块洞啊，随甲吞落啦。安尼，要搬大，好，我到时阵哦，叫你连这碰伊煞甲吞落。莫会阁转啦，猪头皮怎无油啦？我甲你讲，我有一件代志哦，爱你甲我斗相共哦。好工歹工？歹工你就无爱斗相共是无？这拜托的，你这哪有想要叫我斗相共？你滚滚用强的，敢若无袂用你嘞？本来就是安尼啊。我甲你讲，我这几工吼，我一直咧观察迄个陈老师呢。做啥？我感觉这个陈老师哦，是一个正人君子，对咱阿梅实在是足照顾的。我嘛感觉这阿梅哦，对伊真有好感。所以你明仔载去的时阵，找一下机会哦，去向迄个陈老师小以大义，鼓励伊哦，追求阿梅，好无？小以大义。你要叫我去做三七啦？看地沟？什么咧看地沟啦？讲较这尔歹听。安尼哪有歹听啦？这也毋是啥物见笑代啊，对毋对？嘛在我身上。答应啊？当然嘛，答应。但这款代志无我敢就会用你，我算专门考的啦。你安尼讲嘛有影呢？叫你放心啦，有我这个超级三七啊伫咧报道。用头钱叫你收。陈老师，你好啦！你啦。我甲阿雄哦，摕补品来互阿梅啦。谢谢。那这位是？伊是阿文的阿姑啦。阮阿大。来啦，陈老师，阮阿妹吼，真甲你责做，真多谢你。小哥，阿妹，小哥，阿妹啊，小哥，这我们两个睡去，这，好，你目睭袂拄好，就可能跋倒啦，这咧。小哥，哈。你平安倒转来啊？嘿咯，迄当然咯，我大场行上过，什么款人无逐项会，干那一项哦，上我共带衰。我挖山山崩，挖厝厝倒，挖地条死地府。迄个四洞啊，若互我继续搁留咧调查局，我甲保证，因兜逐工死啊。来，喝水。好，多谢，谢谢。兄哥，你老实甲我讲，迄个四洞对你安怎无？无啦，伊唔敢啦，我的人敢遐好欺负点。阿妹啊，你做你放心啦，伊带我去因兜住，照三顿传迄个鲍鱼鱼翅，互我食甲饱肚肚，是我歹势讲尔呢。伊若无山珍海味，逐项都爱传甲糟糕。唔然安尼，食饱还佫有点心通食，水果还佫有四果冰。对哦，碰风水鸡刣无吧？兄哥，你要甲我骗对无？你知影我这目目睭看无？你听阮讲这话要甲我安慰着？阿妹啊，人讲是你是有够厉害，我著讲无两句话尔，你著甲我看破骹手。兄哥，是，我是因为我才害你。哎呀，妹啊，无影来，安尼就颠倒好，咱天龙讲，嘛无用你即摆哦，我嘛毋知影讲阮阿青啊对我遐死忠，遐爱我，对毋？哦，讲到这哦，我著爱佫感谢你咧，你都毋知影咧，我即摆互你爱哦，我若是安哭甲哈，安尼目屎流目屎点，哭甲偌凄惨咧，偌甘心咧，对毋？人就是安尼啦，患难见真情，对，陈老师。你要死啊！你谁讲的啊？你甲我讲的啊？我哪有讲过这句话啦？我哪有讲过这句话啦？阿妹，你莫听阿雄后白讲吼。那无啊！你毋是甲我讲陈老师是正人君子啊，对咱阿妹啊真照顾我真好。我安尼讲啊，不过我并无讲什么患难见真情啊。太无啊！意思毋是共款，你毋是甲我讲因两个互相真有好感。
哈，莫咧你甲我啦，你嘛咧真奇怪呢。啊，你明明啊，就叫我来做三七啊，甲因空安线。啊，我即马拄啊讲着正题尔，啥物你拼死命咧甲我打东啊？你这是啥物意思啊？阿兄。哦，你点听我讲啦。才讲遮咧讲，毋是我咧爱讲，讲安尼才走人，甲遮读册人就是我实在是拢想拢无人。人甲人本来就是假意，就是假意，怨气就是怨气。若看袂拄啊好，看要换头就走，或者是闭手定孤举，对毋对？共款道理。那两个人若有小意爱，看了若爽，用你坐落来瞧，看你要出偌济，你会当接受的。这大家听都拖白讲的嘛，对毋？你靠腰，你是讲啥？啥物错啊这？你就是讲你是三七连溜人客呀？哈，这代志无共款，不是讲这道理就差不多啦。你差不多一百。好啦，你点点啦，我咧敲代志爱有美感，你点点听我看。呵，陈老师，咱坦白讲，你对阮阿妹真关心，对不对？啊，咱讲实，你敢有愿意讲照顾阮阿妹一世啊？啊？上哥，啊，上哥，你莫讲耍笑啦，你若爱讲耍笑吼，后边我住遮住袂落去安尼。哎呦，你看，我，是你要黑白讲啊你。阿妹啊，陈老师啊，是嘞啦，啊你就知影阮上哥吼，啊本来讲话就是安尼无站杂，小面的啦吼，歹势啦，原谅啦吼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陈老师啊，我拄则我就做，我真正好意的啦，你唔通怪我呢。我知道了。哦，你够芳的，我看你擦茶一碗口水哦，敢若袂输多子山的，我看这顿切走嘞哦。没有啦，我随便做做的。哇，赞，芳着对。较等这盘吼，我若生夜咧问，爱讲我擦的好诶。好啊。真正好赞！我若钱无得比，阮手条嘛较输你。赚。阿松，你刚说的春愁，他是谁啊？啊，就阮家混的老母啦，我的小妹啊，过生以来，讲到我迄个小妹哦，实在有影可怜。自细汉阮四大人就过身去啊，嫁人了后，也无通幸福，因为误会去阮大囝赶出来，雅云抱了，想讲要来台北投靠伊唯一的大兄，就是我这个毋正囝。结果我敢若剩一句话通甲讲尔，我敢若会当甲讲，歹势啦，春潮啊，你的钱拢互我安尼输了了。陈老师，你都毋知我有偌了然嘞。阮小妹哦，我这个大兄比无我这个大兄哦搁较惨。那你会不会怪春秋的丈夫？我目看过无春啊，我要来怪。春潮吼是捌怪过真侪人啦，伊捌怪过因大家啊，还有阿梅、阿海啊，甚至嘛捌怪过我。所以我常常咧想讲吼，无春应当是春潮啊，这世人上爱的人。啊，因翁仔某这段婚姻嘛应该捌真快乐、捌幸福过，所以伊毋才会无去怪无春。是无人要爱的，阮是无人要爱的。
手咧抓，阿嬷都要我爱去的手免爱抓。阿嬷，无你甲我放啊，我家己行啦。阿嬷呀，我都爱呢。阿嬷甲我放落来啦。哦，好，来，感谢你哦。哎呦，进不啦？啊，有去下对无？哈？我做。哎呦，甲你讲，阿嬷别讲，来，乖下牙咧。哎呦，有安怎无啦？阿嬷都甲你讲我。阿嬷，你有安怎啊？阿嬷？无要紧啊，阿嬷无要紧啊，拄好是咧吼，赶紧要爬起来，头壳小可戆戆，无要紧来。你拄好写一个安怎无来？无。来，起来。阿嬷，你手流血啊？这路着来尔啦，无要紧，来起来。哎呦，哦，拄好写一个听无？袂啊。袂哦。阿嬷，哈，手会痛无？袂疼啦，这敢若上我安尼无要紧。阿嬷爱听你啊吼。我真是流汗的，爱袂行。啊，毋好佳哉，阮进门一摆无安怎，啊后摆咧，敢逐摆会当遮好运哟？我袂用搁再天强啊！阿妹，该通都要找阮阿妹倒转来。玉梅，张老师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啊？张老师，我哪可能咁安尼？真的？等我目镜拿好了，我第一个会当看的人是你，陈老师，我就期待。我也很期待，玉梅，你的眼睛能够早一点看得见。你要叫阿妹啊，等于甲阿海啊团圆哦，这好大，这我真甲恁恭喜。啊，你若要叫雅文转去，雅文是我细汉饲大汉的呢，对你要接袂转去，我来肯，我唔肯。是啥物咧？你唔肯啦？我带我家己查某孙，就是为啥那袂用的？你甲我讲。袂用你啦。小啊，无啦，表示会好啊啦。人生新娘会当互雅文一个较好的环境，会当栽培雅文哦，摕到大学毕业，你会当互伊啥呢？我若是雅文，我才无爱对一个逐工伫咧弄流咧阿舅啦。恁爸就要教是你这种专门欺负善良百姓，我害我一家伙农家煞地笨手啦！你本就送个足空去啦，安怎？我这世人哦，绝对袂把吴耀梅甩啦。后一个吼，要对的人哦，就是你啦。来讲，安怎？来啊！较犀利啊！来啊！互咱袂厉害，莫安尼啦，别安尼啦。歹啦！哎呀，即摆害啊啦，伊这阿妹无死，这是要怎？这是要怎啦？阿母，好心不好，害你受苦，请你原谅我的苦衷。讲紧啊！若是会当3块，你还阁活呢？阿母食搁较济苦嘛有计啦。阿妹目睭若好个，你就一定爱离开。阿母，你雅文哦，还阁细汉你的啦，我甲伊苦劝吼，伊一定会听我的话啦。无论安怎，伊嘛是恁家的骨肉啊，对无？无论安怎，伊嘛要叫一声阿嬷。啊，阿母，我想我还是倒来皮家好啊啦。我倒来皮家，我不但当照顾你，我嘛使带阿姨安母仔囝，甲咱住斗阵。阿妹，你毋免倒转去啊！是安怎？因为迄场离婚书，阿海已经决定要签你啊。错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，无聊的言仔话，当作是笑亏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气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。
一个算一个，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